早晨早餐又約Carl與你閒話家常。呢個咧唔係烹飪節目，只不過咧係想透過分享早餐嘅食物啦，咁同大家閒話家常一番，亦都等關心我嘅每一位咧知多啲我嘅近況啦，了解一啲病情咁嘅。有幾日都冇出片啦，咁啊真係實在太過忙啦，忙於去醫院啦，出入醫院，同埋咧係要處理手上嘅香港演藝學院嘅功課，所以到今日先可以同大家見面。一陣間先講啲嘅喺醫院裏邊睇到嘅一啲嘅數據啦。好，睇睇今朝嘅早餐先。呢個唔使多講啦，老朋友啦，咁就蒸豆腐啦，落嗰啲藜麥啦，清清地啦。咁呢個就係野生三文魚一片啦，咁就落咗啲香草，好香啊！咁可以點一啲魚落嘅。咁呢個就 warm salad 啦。冇乜特別啦，有啲甜椒啊等等，咁啊落咗一啲番西啦，令佢顏色又靚啲啦。仲有呢個咧就好特別嘅，真係要特別介紹啊！一個實驗嚟嘅就係啲酸種麵包啦，落咗牛油果同埋雞蛋，仲有咧要落多一片嘅試一試啊芝麻葉，睇下個口感又點啦。我記得上一集就講過咧，究竟4月23定24號可唔可以開到針咧？咁當然一切都係視乎身體裏邊嘅情況啦，呢個數據啦。咁啊，好感恩啦，23號即係星期三咧就開到針。不過雖然開到針，但係做唔到3合1，因為我嘅血小板咧係創咗歷史新低嘅嗰個數目。咁醫生就話冇辦法啦，只可以做到免疫治療同埋標靶治療啦。咁用唔到口服化療藥，要等啦，等到啲血小板嗰個數目回復翻正常，即使係要及格咧，先可以俾我去繼續。30號啦，4月30號再睇一睇啲數據，可唔可以繼續落去呢個3合1。4月22同4月23咧，分別都同一個嘅成個白老鼠計劃啊，呢個臨床實驗嘅計劃嘅主任醫生見過面嘅，咁啊去到香港大學深圳醫院啦，咁佢都為我解釋咗究竟成個計劃嚟到呢一個階段，呢個階段我啱啱就係第5針啊嘛，即係4月23號打第5針，究竟過呢幾個月嗰個嘅療效係點咧？咁呢個3合1嘅治療方案咧係似乎係幾正面喎。因為佢俾我睇呢啲嘅影像數據，咁大家睇到，咁一個肺部嗰個嘅腫瘤咧係明顯係縮細咗嘅，咁4厘米到而家係3厘米啦。咁另外胰臟尾巴嘅嗰個嘅腫瘤咧，亦都係有顯示到咧係縮細咗啲，唔係好明顯，但係就縮細咗啲㗎啦，已經控制到嘅。咁再睇埋嗰個癌指數咧係回落咗嘅。就借用好似嗰啲講股票嗰啲嘅分析員咁講，喺低位徘徊啊，希望佢唔好反彈啦嚇。咁至於肝臟新發展嗰好微細嘅2粒嘅腫瘤，而家都仲係繼續監察緊啦。咁喺出入醫院期間咧，咁啊收到一位唔同教會，但係一齊查經，我哋一齊查考聖經，最近查考彼得前書查考聖經，一位弟兄咧嘅問候啦，咁一個短信，咁又係用翻彼得前書聖經裏邊嘅彼得前書呢位嘅年老彼得去勉勵信徒嘅一啲嘅聖經金句咧，係去鼓勵我。咁我好覺得窩心啦，咁巧自己喺醫院面對住嘅出入嘅時間，又治療又要抽呢樣抽嗰樣咁。呢段嘅聖經簡而言之就係提醒，經過考驗、經過試驗嘅呢個信心係比金子更加寶貴。咁我好多謝呢位弟兄，亦都借個機會都多謝好多嘅天使喺我身邊默默嘅咁為我去祝禱，為我去打氣。咁我哋都相信，因為咁我係能夠可以繼續去行一條唔容易行嘅路。頭先講到話信心，哇！
順境嘅時候咧，我哋可以話信心爆棚，好多嘢我都覺得冇難度嘅。但係面對逆境，面對呢個危疾，面對咁多嘅治療，面對咁多難受嘅，無論身心嘅一啲嘅情況，面對住不確定嘅將來，而家仲要講信心，仲要話咧係要保持信心，持守信念。呢份功課真係好近啊，唔容易。好啦，講起功課，我又要繼續完成埋演藝學院呢一份嘅畢業論文，爭啲啲嘅啫，要做功課咯。傾住咁多先。Night